香港嘅年金標榜賣點係即買即享受，收入有保證同埋長派長有。但係佢有一個非常致命嘅短板，就係只要你夠60歲，你抌夠錢入嚟，由下個月開始，每個月你都可以收到一個固定嘅金額，作為退休後嘅被動收入。就以100萬去計算，男士們如果60歲去投保嘅話，每個月就可以攞到5100蚊，即係話年金派發率為6.1%。如果延遲1年至61歲去投保嘅話，每個月就可以攞多少少，攞5240蚊，即係話年金派發率為6.2%。簡單啲嚟講，年紀越大去投保，每年可以攞到嘅年金派發率就會越高。女士們由於平均壽命比較長，每年可以攞到嘅年金派發率相對男士們會比較低。同樣係60歲開始去投保，男士們每年可以攞到嘅年金派發率為6.1%，但係女士們每年只係可以攞到5.6% 啫喎。哇下呢個年金派發率相對於出邊嘅投資回報，聽起上嚟都係幾吸引噶喎。講真啦，香港人就係中意快，呢頭入錢，下個月就有得開始攞錢，仲要可以攞到百年歸老為止。你話係咪大部分人都會心喐喐先？但係你有冇諗過，你嚿錢擺咗入去呢個年金計劃之後，佢係冇任何資本增值功能噶喎。香港年金有限公司其實係由外匯基金公司全資擁有，佢哋本身嘅使命係維護港元嘅穩定及金融嘅安全性。佢哋會攞你哋啲本金去投資，所得到嘅回報係唔會以資本增值嘅形式去回饋翻俾買咗年金嘅顧客。基於香港年金計劃係派終身嘅，佢哋會將所得到嘅投資回報去補貼支付相關嘅年金俾壽命長嘅香港年金顧客。所以香港年金計劃俾到你嘅係每個月固定嘅現金流。如果你想每個月擁有穩定現金流之餘，仲可以享受到資本增值功能嘅話，而且唔需要去到60歲就可以一早參與，咁樣更值得你去考慮嘅係一啲中長期安全靠譜嘅保險儲蓄計劃。重中之重嚟啦，香港年金計劃最大嘅短板其實係搣本嘅性質。你每個月攞到嘅年金其實係從你嘅本金裏面搣出嚟㗎。隨着你攞到嘅累積保證年金金額越嚟越多，你嘅保證退保價值就會越嚟越低。就以60歲開始投保去計，你要去到72歲，即係12年之後先至回本。當你攞到77歲，即係17年之後，基本上你嘅本金已經搣完啦。搣完係乜嘢意思啊？即係話由第18年開始，你喺呢個年金計劃裏面再冇任何退保價值可以攞返。如果參與嘅人士喺第18年或以後身故，相關嘅受益人亦唔會得到任何身故嘅賠償，因為你嘅本金已經搣光。另外一個重點就係香港年金計劃係冇一個財富傳承嘅功能，佢冇一個計劃持有人轉換嘅功能，因為佢嘅定位唔係擺喺一個財富增值嘅基礎之上。所以如果你想為下一代種下財富增值嘅種子，中長期穩健嘅保險儲蓄計劃會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總之，如果你認為自己條命夠長嘅話，你唔介意搣本，唔介意冇資本增值功能，亦唔介意10幾年之後你每個月攞到嘅固